歡迎嚟到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嘅系列嘅第5集，我哋繼續講以神為本嘅管理第2個嘅原則嘅下半部分，係集中講學習耶穌基督完美僕人嘅典範，僕人身份嘅挑戰。上集我哋提到學習第2個原則，受託職分 stewardship， 確立上帝係主人。理論上咧，自然咧，我哋就承認我哋係僕人啦。但實際上聖經嘅記載咧，我哋嘅實踐執行管理嘅時候咧，係唔容易放下自己嘅，持守住不爭奪權力嘅僕人態度。今集我哋就從一個完美嘅典範，當然講緊耶穌基督嘅身上，我哋學習提供一個清晰嘅指標，讓我哋知道做以神為本嘅受託僕人要注意嘅3個元素，俾我哋覺得有一個盼望。耶穌基督嘅典範嘅必要性係有佢嘅屬天嘅地位嘅。耶穌基督嘅生命係我哋最寶貴、最珍貴嘅卓越嘅受託僕人嘅典範咯。而舊約先知以賽亞曾經係以受苦嘅僕人嘅形象嚟形容，新約就認出係耶穌基督啦。呢份嘅典範係唔能夠隱藏，必要係成為應用同埋衡量受託態度嘅唯一嘅標準。耶穌基督本嚟嘅身份就係聖子，但係同佢都係僕人喎。腓立比書2章，基督降卑嘅過程，佢本有上帝嘅形象，佢擁有至高嘅權能同埋地位，佢係聖子嘅位格，佢係僕人嘅典範，先具有超越性。佢同聖父嘅關係啦，佢唔強奪，反對虛己，自願選取咗奴僕嘅位置，俾我哋受託僕人嗰個管理嗰個特質。放下咗權同埋全然接受嘅元素咧，係有3個。第一、第二係乜嘢咧？承受受託僕人必須具備第一、第2個元素，係由從屬受託官嗰度而嚟嘅。第一，放棄所有嘅權，要求我哋放棄所有權、才能、權力。跟隨主人嘅命令。基督嘅示範就係腓立比書嘅2章6至7節裏邊講，他本有上帝嘅形象，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嘅形象，成為人嘅樣式。我哋反思諗，基督選擇不堅持佢固有嘅權柄，對應我哋作為一個管理者必須追求放低做高位、位高權重嘅領導職份同位置崗位，以及追求同我哋身在高位嗰帶嚟嘅慾望。當我哋攞到管理上邊嘅成就嘅時候咧，承認咧能力唔係自己嘅，咁呢個唔係私有嘅財產係啦，而係上帝嘅。放棄咧，仿似就係咩都冇啦。但係上帝要我哋追求並得着上帝嘅國同埋義喎。我哋真正嘅需要咧，其實佢係會加俾我哋嘅。呢啲係我哋要知道經文係咁講。第2個元素咧，接受苦難，要求全然接受結果同埋個苦難，去完成上帝俾我哋嘅吩咐同埋命令。同樣地，都係基督嘅示範。腓立比書嘅2章8節，既有人嘅樣式，就謙卑自己，全心信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同樣地，我哋而家去諗，受託僕人嗰個職責，忠心地完成主人嘅命令，即使會帶嚟受苦或者挫折，呢份嘅信服係受託僕人嗰個堅持同埋態度。我哋面對日常管理同埋嗰啲嘅困難嘅時候咧，我哋會視為上帝計劃嘅一部分。接受嘅心態就不等於係任人擺佈或者係縱容問題同埋罪惡。第3係關於我哋聖經裏邊一啲嘅警戒幫助。第3個元素係從不向上帝邀功。要求我哋從不向上帝邀功咧，所有榮耀同埋宣認耶穌基督係主，最終歸榮要給父上帝。同樣耶穌基督嘅示範，腓立比書2章9至11節經文咁講到咧，就係上帝聖父
俾咗聖子極大嘅尊榮，使他升為至高。呢個結果係為咗咩呢？榮耀歸己上帝。我哋作為信徒咧，唔能夠妄念第9節嗰句升高和萬名之上。我哋嘅成功咧，必須口心合一地宣認耶穌基督是主，將所有嘅成果歸翻俾上帝。僕人嘅警惕住咧，將任何嘅成果歸翻俾自己嘅專業咧、知識或者能力嘅行為咧，都係違反呢個元素嘅。呢個信念同態度咧，係幫助我哋驅走我哋放下或者係放不下嗰啲嘅慾望同埋夢想，或者未能夠完成嗰啲事嘅遺憾。從呢個腓立比書嘅2章5至11節嘅經文咧，可以俾到個總結，就係受託僕人嘅行動指標繪畫咗虛己，放棄所有嘅權，信服、接受苦難，以及被升為至高嘅不邀功。榮耀歸父呢3個嘅過程係可以量度嘅屬靈生命嘅標準之一。以上內容嘅元素正係以賽亞先知預言上帝僕人嘅特質，記載喺以賽亞書嘅52章13節至到53章12節。聖經嘅另一個例子，耶穌基督講解僕人表現嗰個忠心，喺路加福音嘅19章28至48節裏邊，耶穌自己進入咗上帝俾佢個職責啦。呢個係基督以神為本嘅管理，運用以上帝為中心嘅核心價值同埋原則。耶穌喺嗰刻咧，接受眾人嘅歡呼啦，卻係進入受苦。作為僕人嘅佢，聖父受託佢去完成救贖計劃，進入受苦嘅開始。而第3項忠於主人嘅目標咧，不邀功，仍然係執行清除喺聖殿買賣嘅人嗰啲嘅情況。而第2方面咧，個元素咧就係接受責任並努力工作，包括係得時同不得時，甚至喺苦難嘅時候都冇逃避。而翻去個元素嘅第1項啦，清楚知道自己嘅崗位、職責同埋範圍，唔將權力私有化，咁佢就接受咗呢個歡呼。但係歡呼嘅內容唔同啦，因為僕人咧唔係主人，所以基督個典範咧話俾我哋聽，上帝係由佢管理嘅標準。一個小嘅總結喺呢度，透過耶穌基督嘅完美典範咧，認識咗受託僕人嘅3個嘅元素，就係從受託呢個觀咧重贖翻嚟之後有嘅，係認出受託身份同個態度個基本，將在上帝面前放下所有權，全然接受苦難以完成呢個命令，以及從不向上帝邀功嘅要求內化，明白上帝嘅管理個標準，使以神為本嘅管理嘅第2個原則，受託僕人就係一個支柱個重要性凸顯出嚟，管理工作變成榮耀上帝嘅職事。呢個原則徹底結合咗上帝嗰個受託同我哋嗰個接受嗰個受嘅受託。第1條嘅問題，事工成功嘅背後，將成果歸功於自己嘅才能同埋權力，係違反元素1，還能好似像基督一樣將榮耀歸於父上帝嗎？呢2種嘅方式對團隊文化會產生咩根本性嘅影響？第2條嘅題目，面對生活裏面嘅挫折同埋苦難，視為全然接受結果，完成上帝命令嘅一部分，而非懲罰，可以嗎？如何將苦難視為呢一個順服嘅機會？禱告嘅內容係乜嘢呢？對於個人嘅挑戰，你是否願意嘗試去操練從不向上帝邀功？當別人稱讚自己嘅時候，點樣回應同表達將自己個人際聯絡智慧都係屬上帝呢？係自然，係刻意將榮耀歸俾上帝呢？下集我哋會學習以神為本嘅管理屬靈恩賜，留言俾我分享心得，一起嘅去討論。